組は双子星三冠王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我们这次呢来跟拍媒体识读的宣导活动，然后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些里民更能正确分辨什么是真的消息，什么是假的消息。当做我的习惯，跟别人的大体，还有一些这些东西，往大下，往大下去，大下让大家洗一下脑。应该有这种的，就是假的卖错，假唔当传落人感谢。真多谢恁安尼来出来宣导啦，通互这长辈吼较了解，较了解讲吼什么是好的事情，和那个什么假消息，他不用配。嘿嘿。啊，有的老人家的那个观念哈，就是怎么讲？很古板，很古板化的，对啊，有的时候听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嘿嘿啊，其实像这个假消息就是很多，现在网络资讯太发达了啊，所以说我们就自己判断啊，这个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要先去第一个，不要说什么信息就全部都是听听怎么样这样子。